9 853 Just for fun 91853我係 Sky 我係 Florence 全情投入來愛你哈哈哈而無論任何天氣我哋今日要講嘅 topic 就係張柏芝。點解會講張柏芝呢？試完呢，我前排呢同一班朋友食飯，咁我哋講開，我就話如果張柏芝開演唱會呢，我應該會去睇嘅。即係雖然大家會覺得佢嘅 live 或者佢唱歌嘅聲音呢係唔得嘅，即係大家成日都笑佢鵝公喉，但係我想講其實佢嘅歌呢陪住我成長嘅，即係我知就算我去睇一定係唱得好聽㗎啦。佢有開過演唱會嗎？冇開過紅館咯，即係開過啲 mini concert。可能佢自知自己嘅 live 唔適合上紅館。其實佢可以出到唱片已經係一個奇蹟嚟。唔係因為以前不嬲，只要你紅就自然會。咁啊係，咁佢即係不嬲好中意三西啊嘛。但係佢唔係淨係出咗1、2張唱片喎，佢出咗5、6、7、8隻嗰啲喎，仲要嗰啲歌其實係 hit 嘅喎，即係噏幾首啦。任何天氣啦，星語心願啦，不一樣的我啦，賭愛啦，我想一個人啦，忘了忘不了啦，呢一紮歌係全部都係 hit 嘅喎。佢唱佢自己啲歌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揾到一啲啱佢唱嘅歌，即係譬如好似賭愛、忘了忘不了咁咧，即係其他會比佢唱功更加好嘅人咧，我聽過其他人唱，但係始終唔知點解硬冇佢嗰陣味啊，即係佢嗰種沒法自制頭，主宰愛情。沒法自制頭，主宰愛情，沒有令你感動應盡興。嗰種感覺你會覺得哇好正啊，好正啊！即係佢前排嗰個星語心願咧，炒晒聲，有啲人笑咧。找不到堅強的理由，再也感覺不到你的溫柔，告訴我星空在哪頭。大家留意一個名 point，佢唱有一句咧，其實唔係找不到堅強的理由，佢呢一句都未係做最難聽。我覺得佢唱最難聽係佢每次唱有一句眼睜睜地看着你，眼睜睜地看着你，眼睜睜地看着你。點解要眼睜睜咧？佢真係佢 live 嘅水準真係好低好低，好低好低。但係對於佢咧，仲有一個疑惑㗎。佢有一首歌咧叫《最新形象》，咁係快歌嚟嘅。我就一直喺度諗，佢書咧係一句咩？甚至我係 Google 過咧，我以為係西班牙文定係咩？中文嚟嘅。唔係。冇解釋到係咩咯，即係冇意思嘅一個字咯。同埋我對於佢嘅 MV 咧，我係成日都有啲疑惑㗎。譬如咧，佢有一個咧叫《我想一個人》一首歌，跟住咧就講佢即係被情傷之後好傷心，佢屋企個天台度咧飲完酒之後大叫，但係你要知佢咁樣鵝公喉啦，跟住佢就無啦咁樣聲，跟住大家咗落個 MV 入邊。我要突然間有啲噪音啊！係啊，施工現場。仲有我最大疑惑咧，係佢有首歌叫《不一樣的我》咧。佢喺入邊咧就講佢即係要重新開始失戀之後，咁咧最後嘅 ending 咧就係講佢原本咧就長頭髮好靚咁嘅，咁但係咧無啦啦即係黑長直普普通通咁。係啦，咁啊好靚咁啊，跟住講佢去剪頭髮想重新開始，嗰個頭髮剪咗出嚟，最後嘅 ending 就係想講一句唔剪好過剪。這一刻並無什麼需要一樣，不再拖延日久未付清的帳，願每天有緣自得覓我的新方向。係，我真係唔識欣賞。但我想講咧，佢個樣係好靚嘅，正常應該咩髮型都好可得住以，但係嗰個髮型真係。但係嗰個髮型已經去到連擺喺佢個樣上面都會覺得唔哇咁咯！佢嗰個叫咩？不一樣的我，不一樣的我，真係好不一樣啊！當年咧係 TVB 嘅同容祖兒係共同奪得女新人金獎㗎。可以兩個人攞一齊。係啊，第一次咯，即係第一次咯，即係雙金咯。TVB 咁嘅雙金咧，令到咧嗰個銅獎嗰個人好尷尬，嗰個就係林心如咯。林心如有嘗試想打入香港樂壇㗎，哇，好正㗎喎！佢有首歌喎，叫咩啊？心跳喎，係同阿陳慧琳嗰首《星夢情真》同一個編曲㗎喎。跟住愛沒後悔必要，上邊揀過方法發燒。愛沒後悔必要。
時佢新人起點都好高，佢嗰陣時有首歌叫《目的地》咧，係地鐵廣告歌嚟嘅。地鐵九鐵千禧紀念票11月21號公開發售，陪你跨越世紀。你做到地鐵嘅代言人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宣傳度咯。係啊，咁其實講開佢嘅出道就一定不能不提，就係一定係佢嘅電影，因為其實係佢嘅電影帶佢出嚟噶嘛，即係大家都一定有睇過噶啦，《喜劇之王》、《柳飄飄》，同埋佢之後第二套就係《星語心願》啦。哇，《星語心願》直頭係幫佢攞埋新人獎，你咪話好多歌手都未必攞到嘅一個獎。佢居然攞到，就係《星語心願》係攞到當年嘅金像獎嘅最佳電影歌曲獎嘅。呢首歌居然可以攞到最佳電影歌曲獎。我知啊，我喺度諗緊，嗰年嘅競爭係咪？仲有嗰年係有提名埋最佳女主角添。即係最佳新人加最佳女主角。新人直頭攞到，女主角就提名啫，跟住歌曲都攞埋。哇！咁其實真係起點超級高。我自己私心啦，最中意一定係佢內影後嗰部作品《忘不了》。佢嗰一年咧，佢個人都佔咗2部。佢另外嗰部係《大隻佬》，《大隻佬》喺佢入邊嘅演技咧都非常之好。仲要嗰陣時咧嘅金像獎咧，仲會係完咗之後咧係會公佈個 percentage， 公開5強入邊頭3名係邊個嘅。第一名就係佢嘅忘不了，其實第2名都係佢都係大隻佬，即係佢係冠亞軍都攞埋。係啊，其實佢真係出道即巔峰咗幾年。佢好似唔係出道好多年已經攞到最佳女主角，好似23、24歲佢就攞到影后啦。所以其實佢條路原本應該一直好順，但係去到後期，即係佢走歪咗路，即係後面太多負面新聞啦。但係視乎翻個負面新聞，你係點睇？如果你唔中意，你會覺得佢係個負面新聞。但係喺我角度，我唔會討厭佢嘅原因就係咁，佢都好做自己啊。至少佢唔太虛偽同埋唔太包裝啊。只係個 market 受唔受嘅啫。呢度佢之後嚟咗分復出咧拍戲咧，就真係越嚟越差。我都解釋唔到，我都睇咗2-3部佢嘅戲，係有一種莫名嘅，你會覺得佢差咗好多，但係你又講唔出佢差向邊。我諗我可能會講到一個比較虛泛啲嘅原因。我點解覺得佢後期越嚟越差？佢冇咗個靈性啊，好生硬啊！你 feel 到佢根本都冇俾心機去做嗰種啊，即係冇思考過咯。佢就係其實你演戲其實係需要諗噶嘛，咁但係佢依家就係好公式咯，要喊啊咪擠2滴眼淚咯，要開心啊咪笑咯，即係就係俾反應咯，而唔係真係去理解個角色去做嗰個角色。我覺得佢去到後期好似為錢而拍，而冇點揀劇本咯。其實擺明就係啦，我想講。所以咪搞到後尾連戲都冇得拍咯。即係其實堂堂你一個影后，即係你輝煌嘅歷史，你搞到而家自己真係其實佢好多年。佢當時好似仲有負面新聞咧，係佢重新復出翻嚟，跟住咪拍咗幾出戲嘅，跟住然之後後面咧話佢大牌啊，又話佢咩遲到啊，定係無啦啦 no show 啊，跟住然之後嗰陣時好似阿向太就出嚟下聲淚俱下啦。係啊，因為本身向太又話咩認佢做契女啊，啲八卦新聞封面講咩大義滅親，係啦，大義滅親類似呢啲咁樣嘅 title 啦。我記得好似係因為拍一套《封神榜》，跟住佢成日 no show 之後，跟住向太就決定斬纜。跟住好似就係嗰次之後，佢就再冇戲拍。我覺得可能係亦都受到佢嘅私生活影響啦，佢可能離婚之後受咗打擊啊，或者乜嘢咁。咁其實佢嘅情史咧，當然都十分豐富啦。佢第一個大家有印象嘅應該就係陳曉東啦。其實我覺得佢哋兩個嗰陣時幾襯嘅，真係男才女貌嘅。乜其實佢揀嘅嗰幾件都幾靚仔啊，咁梗係啦，鄭豐都係啦。去到佢後尾，佢同鄭豐啊，所有嘢，即係佢嘅感情，我相信大家都津津樂道。但係我覺得我都幾佩服佢一樣嘢，佢都係一個幾敢愛敢恨嘅人嚟嘅。佢中意都好中意，同埋我都睇過其他，即係吳君如都講過，哇！佢個人真係好好嘅，即係佢對朋友好好嘅，好熱情嘅。佢哋兩個真係唔係人前人兩個樣。張柏芝話：喂，你中意呢隻 cream 咪得，我買俾你，一打咁就買嚟㗎啦。係啊，好真性情，好真性情。咁同人哋除咗佢嘅私生活，大家都一定好有所了解之後咧，我覺得佢後面咧，佢有啲咧，我都睇唔明佢喺度做緊咩咧。佢會有啲講嘢咧，好似可唔可以叫做唔經大腦咧？佢上嗰幾個節目都係咁樣講，咁佢就話佢自己食齋嘅，咁但係佢就話佢好叻煮牛排、煮肉咁。我天生是技術，我是從來沒吃過肉，那我可以把牛排啊，所有啊咖喱雞啊，什麼都可以弄出。你不吃你怎麼知道它的味道呢？跟他聊天咯。我煎牛排，我要跟他按摩。然後憑感覺，他會跟我說我差不多啦。跟住我話嚇，
你咁都講得出嘅，跟住又話自己咩連續16日瞓覺冇醒過。我連續16天沒有醒過來，太累了，累到我在床上，我的家人要定時幫我貼面膜，然後給我水，我一起來就16天。喂，點啊死得㗎啦！你冇連瞓16日太癲啦！你都要去廁所啦，跟住又話連續3個月冇瞓覺，一直喺度拍戲。我是連續三個月，每一天開工作時間最少20個小時最少，然後最長24個小時，連續這樣3個月沒有睡覺，但是越拍越興奮，越拍越不想要睡覺，因為我已經進去那個狀態了，然後所有員工都垮了，都生病了。3個月唔瞓覺，3日我都覺得仲接受到，3個月 too much， 90日咯喎已經。唔係佢有講話係每日20個鐘以上，咁可能每日都有3-4個鐘瞓覺咧。就唔係3個月冇瞓過覺啦。但係我相信咧，佢個人咧應該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。我覺得咧，謝霆鋒咧應該真係佢一生中至愛嘅。佢同謝霆鋒每次分開咧，佢都會癲咗啊！我好理解點解佢哋會分開，因為我覺得佢哋分開其實係唔意外嘅。都係㗎。你會感覺上佢哋兩個就係畫面好靚，金童玉女，好養眼，但係可能謝霆鋒係張柏芝想要嘅嘢，但係張柏芝唔係謝霆鋒想要嘅嘢。我會覺得呢個結果係唔意外，但係好唏噓。係。好唏噓，因為我覺得張柏芝就係嗰種好仰望謝霆鋒。其實係㗎，因為咧，即係佢會係哇咁樣望住謝霆鋒。因為我覺得佢同謝霆鋒一齊咧，佢擺明就係小嬌妻咯。你冇見到佢哋就算出去行咧，你都會見到係謝霆鋒行喺前面嘅，跟住拖住佢啊，跟住佢又耷晒頭。但係其實謝霆鋒原來真正需要嘅係佢仰望王菲咯，即係佢需要嘅嘢就係可能就係咁。但係我係可以好 feel 到一樣就係張柏芝嗰陣時係好愛謝霆鋒咯。咁我都相信謝霆鋒都真係有愛過張柏芝嘅。係啦，咁即係好唏噓。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，你知道離咗婚之後，其實最緊要處理嘅係小朋友。即係連謝賢同拉姑都講過，佢話張柏芝真係教得佢哋嘅孫好好。連謝霆鋒自己都講話，佢好肯定一句説話就係，張柏芝向佢哋離咗婚之後，都冇向佢面前講過，即係冇喺小朋友面前講過爸爸嘅壞話。喺我不存在嘅時候，柏芝係為我講好説話啦。咁我其實係真係好感激佢嘅喎。佢可以講到爸爸好衰啊，離開你唔要我哋，咁我以後兩個仔就會憎我細嘅。但係冇。喂，呢一樣嘢我係好佩服嘅喎，好難噶嘛，你人係有。我記得之前好似都有讚過話，佢哋話覺得張柏芝係一個好好嘅媽媽，即係教小朋友教得好好。所以我相信佢喺嗰啲節目上面講，佢有點樣照顧自己啲仔啊嗰啲，我覺得係真嘅。只不過可能對同牛扒傾偈呢啲就可能有少少戲劇嘅處理。吹水嘅 Leo， 無論點都好啦，我對張柏芝呢個人咧，我係幾有好感。嗱，我覺得咧，佢就係佢天生好有觀眾緣，即係觀眾緣呢樣嘢，你係冇得解釋㗎。你話佢唱歌好難聽啊，或者點都好咧，啲人就算點笑佢都好，但係咧，其實佢觀眾緣真係唔差㗎咯。係啊，佢無論係拍嘅戲啊，或者係佢可能佢出嘅歌咧，其實大家都受落㗎咯。即係大家就算好多人笑還笑，但係再睇都會睇咯。每逢出關於佢嘅嘢嘅時候咧，總會係有啲討論度，大家可能即係佢譬如 po 佢一條唱歌嘅片，大家都會哇好難聽好難聽，但係總會有一個 comment 就會話佢，但係佢真係好靚。而我都不能不認同一樣嘢，就係佢真係好靚。佢嘅樣已經係公認，真係。係啊，我希望我人生會有機會有一次睇到有生之年睇到張柏芝開演唱會啦，我真係會去睇嘅，因為我真係會好想找到天長的呀。下個禮拜再見啦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follow 我哋 IG 同 Flash 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覺得容祖兒同張柏芝羅咧係合理嘅。02年咧 TVB 女金就唔合理啦，關心妍就係憑唱功攞啦，一定要女金。佢另外同佢同期攞嗰個係 Yumiko。Yumiko 把聲同張柏芝有啲似，但係佢個樣又唔係張柏芝咁嘅樣喎，所以我覺得嗰年係哇！如果我係關心妍，我一定會嬲到爆，我嬲到嚇爆，我會控告 TVB 侮辱我。